为着要鼓励愈多学生关注台湾的漫画道理创作，这文化部举办第1届的青漫奖，伫今日颁奖。头一届比赛就250件的作品来参赛，今日隆重颁发47个奖，予学生和参赛学校。评审也讲呢，有一寡作品呢已经达到会当出版的水准啊。也有学生表示讲，有这个奖呢，予因对漫画创作有梦想，而且愈来愈有信心。定定电视的拢是高中生创作的漫画，这个拢是第1届青漫奖的得奖作品，有分做个人奖、团体奖甲评审特别奖3种项。摕到团体组金奖、评审特别奖的是桃园阳明高中的学生，作品是《About Love for Leaf Clover》，故事讲两个好朋友甲盐酸草发展做事业，经历冤家到和好的过程。评审嘛肯定因画图甲广告书的技巧已经真熟手，有甲出版的程度。上完游泳课之后，看到路边很多草，就想说哇，怎么都是3叶草啊？那会不会有一个世界全部都是4叶草呢？就是以这个小小的灵感为来源的故事，就是给我一个那么大的奖，然后还有那么多厉害的老师来欣赏我们作品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这样。文化部第20举办头届青漫奖的颁奖典礼，希望鼓励介意画漫画学生，也促进台湾漫画发展甲人才培育定紧。其中团体奖、个人奖甲评审特别奖拢有得奖的学生表示，画漫画这条路无简单，有这个奖也通好要是学生的创作者对梦想愈有信心，袂阁担当。我之前也会很想要参加漫画相关的奖项，可是我会一直觉得，可是我是学生，我去参加那个奖，可能要花很多时间，会挤压到课业的空间，然后机会又不大。可是他这次办的青漫奖，我就有看到他是专门征收高中职的学生嘛，那我就更有那个参加的意愿。台湾漫画发展自2018年开始，政府就是透过补助金漫奖和国家漫画博物馆等等向前行。毋那青漫奖要阁继续办，文化部表示，明年阁要办国际漫画大典，让世界看到台湾新台湾时代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